来到东势这个美丽的山城，可以骑单车在绿色隧道自在悠游，也可以像我跟呱呱用航料感受东势之美。这里绿树成荫，又有旧铁道绵延，形成了一幅很美丽的风景哦。另外，店家也很热心，在空地上摆出了很多的铜碗，让大家可以免费玩个过瘾。你要去玩什么？这个哦，好厉害！古早味的铜碗大集合，看看呱呱真的玩得很开心呢。特别的是，在这里也可以有亲子手作体验哦。阿姨，这用什么做成的 DIY 啊？要用樟树作为 DIY， 那做看看嘛。好。用东势的特色打造出招募人偶 DIY， 业者也趁机来个机会教育。你们做的 DIY 都係人工的 DIY 嘛吼，啊，人工因都用个樟树，吼樟树的树枝吼，啊过来就槟榔，也系槟榔的个细粒的槟榔籽吼，啊来晒糟，吼啊本店东势就讲吼，蛮内种樟树叶，吼啊然后姜糯米一刀，吼对个智脑业者的动都姜糯的吼，啊所以今日做，今日做咧都会用樟树做的 DIY 吼，好可爱。可以冰岛我跟呱呱手作之外，透过老师的说明，也知道以前樟木提炼出来的樟脑油，还是早期客家女儿出嫁必备的嫁妆呢。边听故事的同时，作品也完成喽。用狗染胸哈，就可以染她的那个刘海哦，好不好？你做的这么漂亮。对呀，老师做的很漂亮。谢谢你吼。可是我也想跟你。好，没关系，大家搞做嘿。哎，染胸啊。哇，好 ，baby， 我们完成了。耶！有没有很像公主？有没有？好像芭比公主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好可爱哦。虽然绿色走廊的美景带不走，不过我跟呱呱用手做招募人偶的方式，把东势的特色留在回忆里。妈咪，在台中东势好好玩哦。对呀，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樟树槟榔人偶很漂亮哦。你还记得怎么做吗？用狗养胸哈。